放喺嗰度。嗰碗裏有重要嘅嘢，只要佢飲落去，嗰啲1億嘅股票就會係我哋屋企㗎啦。婆婆得意洋洋嘅聲音喺生日宴會上清晰傳嚟，我隔住門縫聽得一字不漏，意識到佢哋正算計我嘅性命嗰一刻，我嘅心瞬間冷到谷底，但我冇尖叫，亦冇驚慌，我只係走入去，喺1秒之間調換咗碗，打開錄音，然後帶住若無其事嘅微笑坐返座位。半小時後，飲下嗰碗嘅人，竟係婆婆親自安排嘅嗰個執行者。凳倒地嘅聲響，混住慌亂嘅尖叫，嚇得全家面色發白，手足無措。喺混亂中，我只係靜靜睇住，因為我知道，自從佢哋選擇害我開始，就係佢哋自取滅亡嘅時刻。喺故事開始之前，留言過俾我知，你而家係從邊個城市聽到呢個故事嘅？嗰日係先生陳冠宇嘅生日，我手裏提住一束佢最喜歡嘅香水百合，另一隻手小心翼翼咁捧住精心訂製嘅生日蛋糕，心裏滿是期待。從公司提早下班，一路塞車，但一諗到佢睇到我提前返嚟，臉上會露出嘅驚喜表情，所有嘅疲餘都煙消雲散咗。我劉婉婷總係咁樣盡力去維護我哋呢個家，努力讓所有人都開心。車子緩緩駛入院子，我停穩車，正準備推開車門，卻隱約聽見屋內傳嚟婆婆許阿滿刻意壓低，卻因激動而略顯尖銳嘅聲音。我嘅手僵喺半空中，心臟冇來由咁跳快咗幾分。客廳嘅窗戶留咗一道縫，聲音斷斷續續咁飄出嚟，好似一張無形嘅網，緩緩朝我張開。放心，都安排好了。咁係婆婆嘅聲音，帶住一種幾乎係勝利在握嘅得意，以及難以言喻嘅興奮。接住係小叔陳柏志討好又帶住貪婪嘅語調：媽，您確定萬無一失嗎？假地係我數走名下1億嘅股票啊！我嘅呼吸猛地一窒。1億股票，佢哋喺度講乜嘢？婆婆嘅聲音又響起，呢次更近啦啲，語氣裏係滿滿嘅狡黠。哈，小聲啲，就係嗰碗，對，就係呢個南邊碗。我已經放好嘢啦，你大人盯住點，千萬唔好俾佢坐錯位置。今晚只要佢食咗呢碗裏面嘅嘢，以後佢名下嗰1億嘅股票就全都係斬地屋企㗎啦。哐啷一聲，我手中嘅車鎖匙猛地滑落，重重地砸在腳下嘅鵝卵石上，發出刺耳嘅聲響。我渾身僵硬，嗰一刻腦子裏一片空白，只有1億股票、南邊碗、放咗東西、別坐錯位置呢幾個詞，好似吹咗毒嘅針，一下又一下地砸進我嘅腦海深處。我嘅心臟全被一隻冰冷嘅手狠狠攥住，血液瞬間衝上頭頂，又瞬間退去，只留下冰涼嘅麻木。佢哋係在謀殺，目標係我。刺骨嘅寒意從腳底直竄上嚟，讓我喺呢初秋嘅傍晚忍唔住打咗個冷戰。憤怒似火山岩漿咁喺我胸腔裏邊翻湧，幾乎要衝破我所有嘅理智。我死死咬住嘴唇，舌尖嘗到一絲腥甜嘅疼痛，呢份痛感卻讓我瞬間清醒。我唔能夠慌，絕不能。我深吸咗好幾口氣，努力讓狂跳嘅心臟平復落嚟。我緩緩執起鎖匙，慢慢站起身，透過窗戶嘅縫隙，我睇到婆婆正小心翼翼咁將嗰個藍色嘅瓷碗放喺餐台一個特定嘅位置上，臉上帶住一種近乎虔誠嘅謹慎。而小叔則搓住手，眼裏閃爍住貪婪嘅光芒，不停咁朝嗰個碗瞟去。我退後幾步，重新走到車邊，故意用力關上車門，發出不少嘅聲響。然後我揚起聲音，用盡量歡快嘅語調喊道：先生、婆婆，我返嚟啦，睇下我俾你哋帶乜嘢好食噶啦。
屋裏頓時響起一陣細微嘅慌亂聲，緊接住婆婆臉上堆住嗰再熟悉不過、略帶誇張嘅笑容迎咗出嚟。哎喲，婉婷啊，今日點返嚟咁早，仲買咁大一束花，真浪費錢。我望住佢，望住呢張我喊咗3年婆婆嘅嘢，只覺冇比陌生同恐怖。我努力維持住臉上嘅笑容，把花遞過去。先生過生日嘛，我特意早啲返嚟，佢仲未返嚟咩？婆婆接過花，眼神有啲閃爍。仲未呢？路上倒車啦吧？你快進嚟，嘻嘻。飯都快好啦。我跟住佢走進客廳，目光撞似無意地掃過餐廳嗰張長長嘅餐台。果然，台邊擺住一隻顯眼嘅藍邊碗，與其他潔白嘅餐具格格不合。小叔陳柏志正坐喺旁邊嘅梳化上玩手機，抬頭睇我一眼，眼神躲閃，讪讪咁叫咗一聲嫂子。我笑住點頭，柏志今日亦返嚟挺早啊。我放下蛋糕，假裝要去廚房幫忙，實則為咗更清楚地確認嗰隻碗嘅位置，以及佢哋俾我預設嘅死亡座位。婆婆果然緊張咁跟過嚟，唔用，你都忙一日啦，去坐住等食就行，今日嚟忙活。我笑了笑，冇再堅持，轉身走到客廳梳化坐低，手心裏全是冷汗，但我嘅大腦卻異常清醒同冷靜，憤怒已經被我壓咗落去，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冰冷嘅絕望。佢哋想玩，咁我就奉陪到底。只係呢場生日宴嘅結局，恐怕要俾佢哋徹底傻眼啦。我端起茶几上嘅水杯，慢慢飲咗一口，水溫剛好，卻暖不透我此刻冰涼嘅心。茶几上嘅水杯，水溫正好，卻暖不透我此刻冰涼嘅心。坐喺混亂嘅客廳裏，等待住警方嘅到嚟，空氣中彌漫住一股令人窒息嘅緊張氣氛。我嘅目光落喺餐台上，嗰隻藍邊碗依舊醒目，提醒住我剛才所經歷嘅一切。突然，一股巨大嘅悲傷同荒謬感，像潮水般將我淹沒。我閉上眼睛，試圖讓思緒平靜，卻反而被無數破碎嘅畫面衝擊住。呢一切係如何走到呢一步㗎？我嘅婚姻，我嘅家庭，我所付出嘅一切，佢哋到底算乜嘢？我劉婉婷，從小喺一個開明且富裕嘅家庭長大，憑借自己嘅努力，喺投資界闖出咗一片天地。先生陳冠宇，佢係家族小公司嘅一個部門經理，家境雖唔差，但同我嘅原生家庭比起嚟，的確有啲差距。婆婆許阿滿，亦總係以家裏小本生意，不似你咁會賺錢嚟形容我哋。當年嫁俾佢，我圖嘅不過係嗰份樸實嘅溫柔，以為金錢唔會成為我哋之間嘅阻礙，以為我能夠為呢個家帶嚟更美好嘅生活。而家回想起嚟，呢樁婚姻從一開始就埋下咗隱患，唔對等嘅地位早就注定咗今日嘅悲劇。我嘅腦海裏最先浮現嘅係一筆巨額嘅轉賬，嗰係大約半年前嘅事啦。我喺整理公司會計賬本時，偶然發現一筆從我嘅個人賬戶透過我哋夫妻嘅共同賬戶轉出嘅款項，金額唔使。當時我問先生，佢解釋話係要投資一個新項目，需要資金周轉。我冇多想，因為我相信佢。而家睇嚟，嗰筆錢根本唔係為咗咩投資。我嘅心好似被一柄無形嘅刀尖狠狠咁劃開。被欺騙、被利用嘅屈辱感從四面八方席捲而嚟，幾乎讓我無法呼吸。緊接住，另一個畫面閃過。某次我提前結束會議，本想俾先生一個驚喜，卻喺一家高級百貨公司睇到佢。佢並冇出差，而係同我嘅閨蜜賈美玲有話有笑咁走在一齊。嗰時，佢哋兩人手挽住手，臉上洋溢住我從未見過嘅親密與歡愉。我嘅心當時就沉咗一下，但我選擇咗相信佢嘅解釋，相信嗰只係偶遇，
順便一齊狂下。而家呢兩幅畫面，巨額款項同賈美玲嘅身影，好似兩塊毒素，瞬間喺我意識中交織，形成一張醜陋嘅網，將所有關於先生嘅不忠與背叛編織得清清楚楚。嗰種心如刀割嘅痛苦，俾我幾乎企不穩。婆婆嘅話語亦如潮水般湧入我嘅腦海，佢總係有意無意咁提起我嘅財產。話乜嘢？女人嘅錢放喺銀行裏面會貶值，而媳婦嘅錢亦都該算係呢個家裏嘅一份子。婉婷啊，你咁會賺錢，先生要係管呢啲，亦能學到唔少。諸如此類嘅話，以前我只當係老人家對家庭嘅關心，而家聽嚟卻係咁嘅刺耳，句句都透住對我財產嘅當同算計。我曾以為自己大方，對呢個家掏心掏肺，卻冇諗到我嘅付出喺佢哋眼中不過係一沓沓待宰嘅肥肉。仲有先生嘅態度，更是讓我心灰意冷。每次婆婆對我說三道四，或是不滿我嘅工作太忙，回家太晚時，先生總係站喺一旁，一句話亦都唔講。偶爾佢會輕聲勸我：婉婷，你就咪同媽計較啦。佢老人家思想比較傳統，或係媽年紀大啦，你多擔待啲吧。佢嘅體諒，而家睇嚟，竟係如此嘅懦弱與無能。佢嘅沉默唔係包容，而係對我所受委屈嘅縱容與漠視。嗰種感覺就似我獨自一人站喺暴風雨中，而佢卻匿喺屋檐下，甚至仲幫住外面嘅人將我往風雨裏推。呢啲片段好似刀片咁樣喺我腦海中來回切割，每一片都帶住血淋淋嘅真相。我曾多咁努力咁去愛，去維繫呢個家，甚至選擇性咁忽略嗰啲不對拱嘅細節，給予佢哋無條件嘅信任，但係換嚟嘅卻係無情嘅背叛同冷血嘅謀殺。我嘅心徹底涼咗，涼得似一塊千年寒冰。所有嘅痛苦、委屈、失望，此刻都化作咗一股深沉嘅冰冷嘅憤恨。我發誓，我再亦唔會讓自己受到咁樣嘅傷害啦。空氣仿佛凝結咗，喺嗰個混亂嘅、充滿刺鼻血腥味嘅餐廳裏，救護車嘅警笛聲由遠及近，劃破咗夜晚虛假嘅平靜。不多時，身穿制服嘅警員同急救人員魚貫而入，佢哋迅速而專業咁封鎖咗現場，將弟弟緊急抬上擔架，送往加護病房。我站喺一旁，睇住細佬痛苦嘅抽搐，睇住先生焦急地跟隨，睇住婆婆似一隻無頭烏蠅咁團團轉。我嘅心卻似深冬嘅湖面，結咗一層厚厚嘅冰。係你，劉婉婷，你呢個毒婦，係唔係你下毒害我個仔？突然，婆婆似瘋了一樣朝我撲過嚟，滿臉嘅鼻涕眼淚，語無倫次咁指住我大罵。佢嘅聲音尖銳刺耳，扭曲嘅面上寫滿咗怨恨同恐懼。佢甚至試圖伸手去捉嗰個藍便碗，企圖銷毀證據，卻被一名眼疾手快嘅警員攔咗落嚟。我早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你就係睇我哋屋企不順眼，你呢個掃把星想毒死我哋全家係唔係？佢思考着，聲聲句句都帶住惡毒嘅指控，試圖將所有嘅罪名都推到我身上。周圍嘅警員、醫護人員甚至鄰居都循聲望嚟，目光複雜。我企喺原地，任由佢咆哮。我冇爭辯，冇反駁，我只係靜靜咁睇住佢，睇住佢嗰張布滿惡毒與瘋狂嘅面，心中嘅怒火如同沉睡嘅巨龍，此刻被徹底點燃。但我嘅理智卻似冰牆一樣堅固。呢一切我早已預料。喺婆婆聲嘶力竭嘅指控聲中，我從口袋裏緩緩咁掏出嗰個小小嘅唔起眼嘅物件，假係我喺慌亂中迅速開啟錄音模式，並放置喺窗邊嘅錄音筆。我走到負責嘅警官面前，平靜咁將佢遞過去，聲音唔大，
卻清晰而堅定。警官，呢個係我嘅錄音筆，我想呢度面嘅內容或許能夠解釋清楚今晚發生嘅一切，請你聽一下。我相信佢能夠證明嗰碗有毒嘅嘢原本係為邊個準備嘅。警官審視地睇咗我一眼，接過錄音筆，交俾技術人員。不一掣，咁小小嘅機器被啟動，一陣細微嘅電流聲後，房間裏陷入一片死寂。然後婆婆壓低嗓音，卻難掩興奮同惡毒嘅聲音，清晰嘅回蕩喺整個餐廳裏。放心，都安排好咗。媽，你確定萬無一失嗎？賈記係我嫂子名下1億嘅股票啊！噓，小聲點。就係嗰碗，對，就係呢個南邊碗。我已經放好嘢啦，你大間盯住點，千萬唔好俾佢坐錯位置。今晚只要佢食咗呢碗裏面嘅嘢，以後佢名下嗰1億嘅股票就全都係斬定屋企噶啦。錄音結束咗，餐廳裏一片死寂，比死亡仲要冰冷嘅死寂。先生，我嘅丈夫陳冠宇原本焦急咁守喺急救人員身旁，此刻佢猛地轉過身，像被雷電擊中一般，僵硬咁企喺嗰度。佢嘅眼睛瞪得極大，瞳孔裏充滿咗震驚、難以置信，然後係鋪天蓋地嘅恐懼同崩潰。佢嘅嘴唇哆嗦住，臉色從蠟黃變成慘白，呼吸變得急促而沉重。佢睇住婆婆，又睇向細佬被抬走嘅方向，最後佢嗰雙充滿破碎嘅眼睛絕望咁投向我。嗱，點可能？媽，弟弟，你哋真係想？佢顫抖住後面嘅話語，無論如何都講唔出口啦。我冇回避佢嘅目光，只係用一種冰冷到極致嘅平靜回視佢。婆婆嘅喊聲戛然而止，佢好似被抽乾咗所有力氣咁，臉色煞白如紙，雙眼一翻，直挺挺咁向後倒去，徹底暈厥過去。一旁嘅警員眼疾手快，一把扶住咗佢，先冇讓佢後腦朝着地。警官見狀，即刻沉聲下令，現場所有物品，特別係餐台上嘅餐具同食物，全部作為證物嚴密封存，將嫌疑人帶走。我默默地睇住呢一切，心中冇一絲波瀾。嗰個曾經嘅家，嗰個我努力維繫嘅圓滿，此刻已徹底坍塌。我唯一能感受到嘅，只係一股冷冷嘅殘酷嘅滿足感。佢哋終於要為自己嘅貪婪同惡毒付出代價啦。故事關於背叛與陰謀，已開始揭露人性最殘忍嘅角落。如果各位聽眾覺得呢啲情節引人入勝，並想知道我同嗰啲傷害我嘅人嘅命運將會如何發展，請留低一個喜歡，一個訂閱，讓我知道你哋仍與我同行。呢個將係我繼續分享呢個故事嘅最大動力。婆婆許阿滿暈倒後被警員帶走，餐廳裏只剩低我同陷入崩潰嘅先生陳冠宇。空氣中彌漫住警局專用嘅消毒水味，冰冷而刺鼻。睇住警方仔細採集住每一份證物，封存住嗰隻南邊碗，我心中嗰股冰冷嘅決絕更加堅定。我冇多餘嘅情緒，冇一絲猶豫，係時候啦，係時候為呢一切畫上句號，為自己討回公道啦。我攞起咗手機，撥通咗我私人律師沈漢宇嘅電話。佢嘅聲音沉穩，帶住一貫嘅專業。劉總，您好。我直接切入主題，語氣冷靜得連我自己都有啲意外。沈律師，請你立刻為我準備離婚協議書同相關訴訟文件。理由係婚姻關係破裂，對方家庭成員涉嫌謀殺未遂。我頓咗頓，每個字都擲地有聲，不容任何寬容，不接受任何妥協。我希望佢哋為此付出應有嘅代價。電話嗰頭沉默咗2秒。顯然係被我話語中嘅堅決所震懾，但沈律師好快便恢復咗專業，明白，我會立刻着手處理。仲有其他需要我做嘅嗎？
當然，我輕聲sang道，目光掃過凌亂嘅餐台，彷彿喺度睇一盤棋局。我需要你全面調查先生陳冠宇、婆婆許阿滿以及小叔陳柏志名下所有嘅資產狀況，包括佢哋嘅存款、房產、公司股份，甚至嗰啲不明來源嘅借貸同收入。我要知道佢哋究竟有幾多家底，以及是否有任何隱藏嘅資產。我深吸一口氣，語氣更為凝重。沈律師，您知道我嘅背景，我並非僅僅係一家小投資公司嘅負責人，我嘅原生家族，我嘅母親林雅靜係天祥集團嘅創辦人，請你務必將我嘅真實身份保密，呢個係我哋最大嘅底牌，必須喺最關鍵嘅時刻先能夠掀開。而家係時候讓嗰啲自以為是嘅人好好嘗嘗真相嘅滋味啦。沈律師嘅聲音帶住一絲了然。我明白咗，劉總，我會嚴格保密，並確保所有證據鏈嘅完整。請你放心，我將會盡全力為你爭取最大權益。掛斷電話，我感覺到肩頭上嘅千斤重擔似乎輕咗幾分。我並唔係喺度發洩情緒，呢個係一場精密計算嘅戰役。我已經唔再係嗰個會為咗情而忍耐退讓嘅劉婉婷啦。呢一切嘅發生，徹底撕裂咗我對屋企同愛嘅幻想。我所要嘅，不僅僅係脫離呢段變質嘅婚姻，更係要讓嗰啲曾經傷害我、企圖置我於死地嘅人受到應有嘅制裁。正當我思緒萬千之際，手機卻瘋狂咁響咗起嚟，係先生陳冠宇。我睇咗睇熒幕上顯示嘅來電，冇接聽，而係直接將電話掛斷。緊接住，一連串嘅簡訊湧入。婉婷，對唔住，我唔知道我媽同柏芝會咁做，你冇嬲氣，求求你啦，撤回對媽嘅控告好唔好？佢年紀大啦，經唔起咁樣嘅打擊。柏芝仲喺度加護病房，醫生話情況好危險，求你啦，睇喺我哋夫妻3年嘅份上，我發誓我會改變。我會好好對你，求你俾我哋一個機會。我睇住呢啲簡訊，心中冇一絲波瀾，只感到無比嘅諷刺。以前佢嘅懦弱同無能，總係讓我心軟；而家佢嘅求饒同狡辯，只讓我覺得挖心。佢嘴裏面對唔住，卻仍舊想住點樣保存自己嘅家人。呢個就係佢所謂嘅愛嘛？我冰冷地將所有簡訊刪除，仿佛刪除咗所有不堪嘅回憶。冇幾耐，沈律師嘅電話又響咗，佢向我匯報咗最新情況。劉總，剛從警方嗰邊得到消息，許阿滿女士嘅錄音證據確鑿，已正式被羈押偵訊。另外，陳柏志先生目前仍在加護病房，情況好唔樂觀，醫師判斷可能會有永久性嘅腦部損傷，甚至成為植物人。我聽住呢啲冰冷嘅字眼，冇一絲喜悅，亦冇絲毫同情。呢一切都係佢哋咎由自取，我只感到一股沉重嘅疲倦。但隨即，更堅定嘅力量從心底升起。呢場戰役先啱啱開始，我必須保持清醒，為自己同為父親討回一個公道。故事關於背叛與陰謀，已開始揭露人性最殘忍嘅角落。如果各位聽眾覺得呢啲情節引人入勝，並想知道我同嗰啲傷害我嘅人嘅命運將會如何發展，請留下一個喜歡，一個訂閱，讓我知道你哋仍然同我同行。呢個將係我繼續分享呢個故事嘅最大動力。日子喺冰冷而精密嘅計算中推進，審判與律師嘅效率一如既往地高。喺錄音筆嘅鐵證面前，加上我提供嘅所有細節，警方對婆婆許阿滿嘅調查進展神速。冇過幾耐，一則官方通知冷冰冰咁傳嚟。根據確鑿嘅證據，許阿滿女士已正式被檢察官以謀殺未遂罪名提起公訴。我冇親自前往警局，但透過沈律師嘅描述，我能想象到婆婆被正式逮捕時嘅景象。佢一定係掙扎住、
咒罵住，試圖將所有嘅罪責都推到我身上。然而，呢一切都已無濟於事。法律嘅車輪一旦啟動，便唔會因為任何人嘅兇喊而停止。我坐喺辦公室裏，眺望住窗外繁華嘅市景，心中冇一絲波瀾。公義終將來臨。與此同時，先生陳冠宇家族經營嘅嗰間小公司，亦因為呢一樁醜聞而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危機。一開始只係小道消息喺業界流傳，但佢母親涉嫌謀殺嘅指控，好快就登上咗社會版嘅新聞。儘管冇直接點名，但圈子裏邊嘅人都知道講嘅係邊個。壓力排山倒海而嚟。我記得一個下晝，我俾沈律師打去電話，聲音沉靜得如同冰潭。沈律師，而家係時候啦，請你立刻將關於許亞滿女士涉嫌謀殺嘅案件進度，以及我同陳冠宇先生正在進行嘅離婚訴訟資訊，以最客觀嘅方式透過管道傳達俾嗰啲同佢哋公司有重要往來嘅合作夥伴，仲有嗰啲曾經考慮俾佢哋貸款嘅銀行。沈律師立刻領會咗我嘅意圖，語氣沉穩。明白，劉總，我會確保呢啲資訊以恰當嘅方式讓正確嘅人得知。我會強調，與有咁樣背景嘅家族合作，可能面臨嘅商業信譽同資金鏈斷裂嘅巨大風險。我嘅目標好明確，我想要嘅不僅僅係法律嘅制裁。我仲要佢哋從此喺業界寸步難行，讓佢哋嘅事業徹底瓦解。呢個係對佢哋曾經低價我1億股票，甚至企圖謀害我性命嘅回應。果然喺接落嚟嘅日子裏，陳家嘅小公司如履薄冰。先係幾個核心合作夥伴以商業風險評估為由，暫停咗所有合作項目。接住幾間銀行亦重新評估了貸款申請，紛紛表示無法通過。原本就搖搖欲墜嘅資金鏈喺我嘅推波助瀾下徹底斷裂。先生陳冠宇像一隻困獸咁掙扎住，佢打電話俾我，語氣裏再亦冇一絲傲氣，只剩下無盡嘅絕望同哀求。婉婷，求求你啦，你幫幫我好唔好？公司要完啦，嗰係爸留落嚟嘅，柏智仲瞓喺加護病房。我唔能夠冇錢去醫治佢啊！求你啦，我乜嘢都答應你，求你切手。我冇接聽，我只係聽住佢絕望嘅留言，想象住佢嗰張曾經英俊，如今被焦慮同恐懼扭曲嘅面。我心中嘅冷漠，並冇因為佢嘅哀求而有絲毫動搖。佢曾經嘅背叛，佢母親嘅狠毒，佢細路嘅貪婪，早已將我所有嘅溫情消磨殆盡。佢而家所承受嘅一切，不過係佢咎由自取，睇住陳家從天堂墜入地獄，從曾經嘅小康之家變成如今嘅千夫所指。我明白係時候啦，係時候俾佢哋，亦給呢個世界一個最終嘅答案，一個讓所有曾經輕視我、算計我嘅人徹底驚訝嘅真相。我再次約見咗沈漢宇律師。當我坐喺佢面前時，我嘅眼神堅定如鐵。沈律師，請你準備一份新聞稿，一份發佈會嘅聲明。我嘅語氣沉靜而有力，每一個字都擲地有聲。係時候讓外界知道我嘅真實身份啦。我劉婉婷，不僅僅係你而家睇到嘅劉婉婷，我仲係天祥集團嘅執行長，劉國強董事長唯一嘅千金。更重要嘅係，我嘅母親林雅靜女士，先至係天祥集團嘅創辦人。沈律師嘅眼中閃過一絲驚訝，但好快就被專業嘅沉穩取代。明白，劉總，呢個將會係震撼整個台灣商業圈嘅消息。您確定而家係最佳時機嗎？我輕輕點頭，望向窗外，陽光正好，卻映照不出我眼底深處嘅冰冷。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我已經等咗好耐。呢啲人亦該知道，佢哋曾經想要傷害嘅係一個乜嘢樣嘅存在啦。
我準備掀開我最大嘅底牌，讓嗰啲曾經嘲笑我、算計我嘅人，徹底為佢哋嘅愚蠢同惡毒付出代價。呢個不僅係為咗我自己，亦係為咗我曾經受到傷害嘅家人，更係為咗所有被不公對待嘅人。呢場戰役仍在繼續，而如今我已準備好掀開所有嘅底牌。各位聽眾，你哋對於我所經歷嘅一切，對於人性嘅狡詐，有何感想呢？嗰啲曾經輕視我嘅人，當真相大白嘅時候，是否仲能夠昂首挺胸？請喺下方留言，分享你嘅感受，並將呢個故事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了解呢一切。讓我哋一同期待貪婪與背叛最終嘅結局將會係如何。嗰日，整個台灣商業圈乃至社會輿論都因為一則突如其來嘅新聞稿而徹底沸騰。我嘅律師沈漢宇依照我嘅指示，喺最恰當嘅時機對外發佈咗一份簡短卻重磅嘅聲明。聲明中清楚指出，劉婉婷、天祥集團執行長、劉國強董事長唯一嘅千金，同時亦係該集團創辦人林雅靜女士嘅親生女兒。呢份聲明好似一粒震撼彈，瞬間引爆咗所有媒體嘅關注。各大報紙頭條、電視新聞、網路社群，鋪天蓋地都係關於天祥集團千金身份嘅揭露，以及我同陳冠宇家族錯綜複雜嘅恩怨情仇。過去我默默經營嘅小投資公司，瞬間被推到風口浪尖，成為人人追捧嘅焦點。而陳氏家族則從曾經嘅小康之家，淪為全國上下嘅笑柄同唾棄對象。天祥集團千金被婆婆下毒謀害，為奪1億遺產；陳氏家族貪婪無道，生父身份竟係100億集團繼承人。呢啲聳動嘅標題，好似銳利嘅刀鋒，一刀刀地割裂住陳家僅剩嘅尊嚴。曾經佢哋對我嘅輕視，對我財富嘅刀籤，如今都成咗徹頭徹尾嘅諷刺。佢哋想吞噬嘅唔係一個普通生父嘅1億股票，而係一個龐大商業帝國嘅繼承人。呢種巨大嘅反差，讓所有知情嘅人都感到不可思議，亦都讓嗰啲曾替陳家講話嘅人感到羞愧難當。陳氏家族嘅公司喺公關危機同資金鏈斷裂嘅雙重打擊下，徹底崩潰啦。我冷靜地睇住呢啲新聞，聽住沈律師嘅回報，心中冇狂喜，只有一種冰冷嘅報復完成嘅平靜。呢就係佢哋貪婪嘅代價。一日傍晚，當我準備離開辦公室時，秘書告知劉總，外面有一位陳先生，話想見你。我唔使猜，亦知道係邊個。我示意秘書放行，不一會，門被推開，曾經意氣風發嘅先生陳冠宇，如今卻似個垂死嘅老人。佢面容憔悴，眼窩深陷，炒渣滿面，身上嘅西裝亦顯得皺巴巴嘅。短短時日，佢仿佛老咗10歲。佢雙腿一軟，竟直接撲通一聲跪喺咗我嘅面前。婉婷，婉婷，求求你啦，求你原諒我。佢堪泣住，聲音沙啞，帶住無盡嘅絕望同悔恨。佢不斷咁磕頭，眼淚鼻涕糊咗一面。我真係唔知道，我媽同柏智會咁惡毒。我求你救救公司，好唔好？咁係爸爸留低落嚟嘅心血啊！柏智仲喺度加護病房，醫生話佢可能再亦醒唔過嚟啦。我唔能夠冇錢去醫治佢啊！求你啦，睇喺我哋曾經係夫妻嘅份上，求你放過我媽，放過陳家，好唔好？我居高臨下地睇住佢，心中冇一絲波瀾。曾經佢嘅懦弱讓我感到心疼，而家佢嘅哀求只讓我感到無比嘅厭惡。陳冠宇，我嘅聲音冷得似冰，不帶一絲情感。你仲記得嗎？當初我發現你同賈美玲嘅關係，以及你暗中挪用我資金時，你對我講過乜嘢？佢渾身一戰，抬起頭，眼中充滿咗恐懼與不解。你話
對唔住婉婷，我冇辦法。我緩緩地重複住佢當時嘅話，每一個字都似一根針，扎進佢嘅心裏。而家我亦話俾你，對唔住，陳冠宇，我亦冇辦法。佢嘅面色瞬間慘白，嘴唇哆嗦住，卻一個字亦講唔出嚟。你哋一家人曾經想圖謀我嘅財產，甚至企圖謀殺我。你作為丈夫，不僅唔保護我，仲同他人一齊背叛我。而家你話呢啲，唔覺得太遲啦咩？我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住佢。所有嘅情分，所有嘅信任，都已經被你哋親手毀滅咗。我與你之間已經冇任何可能啦。我冇再睇佢一眼，亦都唔等佢再講乜嘢，徑直走向辦公室嘅門。當我走到門邊時，我聽到佢發出如同困獸般嘅低吼，絕望而又悲戚。我冇回頭，走出辦公室。我秘密聯繫嘅調查人員傳嚟咗新嘅消息，我嘅好閨蜜，同時亦係先生情人嘅賈美玲，喺得知陳家公司破產，先生身敗名裂後，已連夜偷偷潛逃出境，不知所蹤。佢呢個曾經口口聲聲話愛先生，實則只為錢財嘅女人，見大勢已去，便毫不猶豫咁抽身離去。呢個讓我對人性嘅醜惡又多咗一層認識。睇住手中嘅簡報，我只感到心如止水。嗰啲曾經傷害我嘅人，如今都已現出原形，並開始為佢哋嘅所作所為付出代價。呢一切不過係剛剛開始罷啦。儘管婆婆許阿滿已身陷囹圄，但喺法庭上嘅佢依然故我。喺初步嘅偵訊與開庭中，佢頑固咁否認所有謀殺未遂嘅指控，一口咬定係我嘅自導自演，或係魔鬼附身，試圖將所有罪責輕描淡寫成家庭糾紛。佢嘅狡辯，佢嘅不知悔改，讓旁聽嘅我只有一聲冷笑。佢嗰張曾經慈愛嘅面，此刻喺我嘅眼中只剩低醜陋嘅貪婪與扭曲。小叔陳柏志雖然僥倖從鬼門關走咗一遭，但由於毒素猛烈，佢嘅腦部受到咗不可逆嘅損傷。醫生診斷佢將會永久性咁失去大部分認知能力，成為一個只能下返喺加護病房、意識不清嘅殘疾人。每次我到醫院，英律師要求處理一啲法律文件時，睇到佢個雙空洞無神嘅眼睛，以及嘴裏不斷呢喃住媽媽、股票嘅模糊字眼，我心中並冇半分憐憫。呢一個就係佢為自己嘅貪婪付出嘅代價。然而婆婆嘅折磨並未因此停止，儘管被羈押，佢似乎仍堅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一日，先生嘅律師打嚟電話，轉達咗婆婆嘅一個要求。嗰位律師嘅語氣帶住一絲難以掩飾嘅尷尬。劉總，許女士，佢希望你能夠以兒媳婦嘅身份為陳柏志先生舉辦一場盛大嘅生日宴會，地點選喺台北最頂級嘅5星級飯店，邀請陳家所有嘅親友同生意夥伴。律師吞吞吐吐咁講住，我聽住，心中一股難以言喻嘅怒火同屈辱感陡然升起。婆婆竟然要求我，一個被佢設計謀殺嘅媳婦，去為嗰個試圖佔有我財產嘅殘廢小叔舉辦生日宴。而且律師仲補充，佢仲特別要求領不得出席宴會，佢希望你喺屋企為陳柏志先生準備好出院後嘅一切，打掃好房間，等佢翻嚟。嗰一刻，我嘅手緊緊握成咗拳，我感覺到一股難以抑制嘅怒火喺胸口灼燒。呢個係何等嘅羞辱！佢不僅想要我嘅錢，仲要踐踏我嘅尊嚴。佢想要向所有人證明，即使身陷囹圄，佢依然能夠操控我，能夠把我當成一個隨意使喚嘅僕人。然而，多年嘅商場磨練早已經讓我嘅心智堅如磐石。我深吸一口氣，將嗰股洶湧嘅怒火壓下。我嘅聲音平靜得好似一潭死水。好，我會照辦。我冇爭辯，冇拒絕。我以劉婉婷天祥集團執行長嘅身份，
悄悄咁安排咗呢場超級奢華嘅生日宴。我親自挑選咗飯店，設計咗菜單，邀請咗所有婆婆點名嘅賓客。當然，呢一切都以陳家嘅名義進行，並加入咗我嘅秘密條款。宴會當日，我冇去飯店，我着住簡單嘅家居服，坐喺客廳嘅窗邊，靜靜咁望住窗外車水馬龍嘅台北街頭，心中百感交集，痛苦、屈辱、憤怒，交織成一張巨大嘅網，將我牢牢困住。然而，更深一層嘅係一種冰冷嘅、伺機而動嘅決絕。我冇打掃房間，冇為邊個準備乜嘢歸來，我只係靜靜咁等待住嗰場鬧劇嘅落幕，等待住我反擊嘅時刻。我知道呢份等待終將讓佢哋付出慘痛嘅代價。夜深咗，城市嘅霓虹燈閃爍，掩蓋咗旗下無數嘅黑暗。我嘅手機突然響起，係先生陳冠宇打嚟嘅，佢嘅聲音疲憊而微弱，帶住一絲難以掩飾嘅拱迫。婉婷，媽話要你去飯店把生日宴嘅賬單結清啊！我聽到呢個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嘅弧度。佢大概亦為自己母親嘅行為感到難堪吧。好啊，我嘅聲音平靜得嚇人。我呢一個就過去。我驅車前往嗰家富麗堂皇嘅5星級飯店，大廳裏已冇賓客，只剩低婆婆許阿滿。佢唔知透過何種關係，竟然被允許喺警員嘅陪同下，短暫離開看守所，參加咗呢一場宴會。佢坐喺梳化上，即使身陷囹圄，假高傲與輕蔑嘅眼神卻絲毫未減。睇到我走入嚟，佢臉上閃過一絲得逞嘅譏笑，然後將一張厚厚嘅賬單重重咁拍喺台上。睇到咗嗎，劉婉婷？就算你而家係天祥集團嘅千金，亦逃唔過作為陳家媳婦嘅責任。呢場宴會可唔便宜啊！快啲把錢付清咗。佢語氣裏充滿咗挑釁同幸災樂禍。劉婉婷，佢想讓我喺眾目睽睽之下再次被羞辱。我攞起嗰張巨額嘅賬單，仔細咁睇咗一遍，然後我臉上露出一個冰冷嘅，如同冬雪般刺骨嘅微笑。婆婆，你講得啱，呢場宴會確實唔便宜。我緩緩地講道，然後將賬單輕輕放下。我從手提包裏攞出2份文件，一份係法院嘅資產凍結令，另一份則係一張普通嘅銀行信用卡副卡，上面赫然寫住婆婆嘅名字。只不過許阿滿女士，您可能忘記。我平靜咁睇住佢，語氣不帶任何起伏。呢場宴會我係以您嘅名義預訂嘅，而而家根據法院嘅資產凍結令，您名下所有嘅財產，包括呢張信用卡，都已經被凍結咗。我將嗰張信用卡輕輕放喺台上，發出清脆嘅響聲。婆婆嘅面色瞬間變得煞白，比紙仲要白。佢睇住嗰張卡，又睇下凍結令，眼睛瞪得似銅鈴。佢張咗張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佢渾身顫抖住，猛地捉起嗰張賬單，瘋狂地撕扯住，同時發出咗一聲淒厲嘅、絕望嘅尖叫，好似一隻被困住嘅野獸，失去咗一切理智。先生陳冠宇一直企喺我身後不遠處，此刻嘅佢全身僵硬，眼神空洞。佢睇住自己母親歇斯底里嘅模樣，睇住佢因為貪婪同愚蠢而徹底崩潰。佢知道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啦。嗰個曾經讓佢引以為傲嘅家庭，喺呢一刻徹底瓦解咗，而我只係靜靜咁睇住呢一切，心中嘅冰冷冇一絲融化。如果貴位聽眾仲聽到呢度，請幫助我評論數字1喺下方，讓我知道喺呢個漫長而痛苦嘅旅程中，我仍然有你哋嘅陪伴。你哋嘅存在係我繼續講述呢個故事，講述呢場復仇最終章嘅最大動力。婆婆許亞滿嘅案件仍在法庭上糾纏，佢不斷咁狡辯，將所有罪責推俾我。
小叔陳柏智則串一個殘破嘅洋娃娃，無聲咁放喺加護病房裏面。我以為呢個係所有不幸嘅終點，然而一個突如其來嘅電話卻將我捲入更深嘅泥沼。手機屏幕上一個陌生嘅號碼閃爍，接通後傳嚟一個低沉而帶有磁性嘅男聲：請問係劉婉婷、劉執行長嗎？我係卓越投資嘅趙天宇，有啲資訊，或許你會感興趣。直覺話俾我聽，呢通電話非同小可。我答應咗會面。咖啡廳裏，趙天宇帶住佢慣有嘅精明笑容。佢緩緩攪動住咖啡，語氣卻帶住不容置疑嘅肯定。劉總，你以為許亞滿一個家庭主婦能從邊度搞到劇毒藥物，又能有膽子謀劃殺人奪產？我盯住佢，不發一語。佢果然知道啲乜嘢。趙天宇身體微微前傾，壓低咗聲音，輕吐出一個名字：魏啟明。魏啟明。呢個名好似一道閃電劈開咗我嘅腦海。佢係嗰個紅霸房地產界陰險狡詐嘅巨頭，嗰個曾經與我父親爭奪黃金地皮嘅對手。過去嘅敵意此刻被串聯起嚟。魏啟明利用許亞滿嘅貪婪，提供毒藥，企圖除掉您，吞併您手中嘅黃金地皮。趙天宇解釋道，佢嘅話語像一把尖刀，剖開咗隱藏喺表象下嘅真相。我嘅心猛地一沉，原來陳家不過係魏啟明手中嘅一枚棋子。然而更巨大嘅衝擊仲喺後頭。趙天宇將一個舊牛皮紙袋推到我面前，裏頭有幾張泛黃嘅照片同手寫筆記。照片上係20多年前一場車禍現場，模糊卻又熟悉。劉總，您真以為你父親劉國強當年嘅車禍只係一場意外嗎？趙天宇嘅聲音似毒蛇咁鑽入耳膜，每一個字都帶住冰冷嘅真相。我感到渾身血液瞬間凝固。父親嘅車禍不是意外。我緊緊黏住嗰啲文件，指甲深深卡進掌心。20多年前嘅記憶如潮水般湧嚟。父親嘅驟逝，母親帶住我遠走他鄉，從不提舊事。原來一切都係陰謀。我感覺到一股磅礴嘅毀滅性嘅憤怒喺我體內炸開。魏啟明，係佢害死咗我嘅父親。趙天宇見我情緒激動，語氣轉移帶住一絲狡猾嘅坦白。當年魏啟明為奪領父親手中嘅重要開發案，無所不用其極。我亦曾係魏啟明嘅一個棋子，負責提供領父親嘅一啲行程資訊。我冇直接參與，但後嚟先至得知，佢試圖撇清關係，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悔過嘅合作者。我嘅心喺劇烈嘅疼痛與滔天怒火中掙扎。我強迫自己冷靜，將所有情緒壓抑至最深處。而家唔係衝動嘅時候。所以，趙總，你而家係想藉我嘅手扳倒你嘅老對手魏啟明嗎？我嘅聲音冰冷刺骨，帶住不容置疑嘅質問。趙天宇冇否認，只係露出一絲精明嘅笑容。劉總，呢個係個雙贏嘅局面，另有確鑿嘅證據指向許亞滿。而家你亦有咗魏啟明嘅把柄，而我掌握住魏啟明更多不為人知嘅經濟犯罪證據。我哋可以合作，一舉扳倒佢，您為父報仇，我清除障礙。我緩緩坐下，深吸一口氣，為咗父親，為咗公道，我別無選擇。好，我接受合作。我冰冷咁睇住佢，語氣斬釘截鐵，但我要你明白，我嘅底線係為我父親討回公道。如果我發現你有一絲一毫嘅謊言，或者任何背叛我嘅舉動，我保證你會比魏啟明、比許亞滿慘上10倍。趙天宇嘅笑容凝固咗一瞬，隨即變成咗玩味。合作愉快，劉總。佢舉起咖啡杯向我示意，我冇舉杯，只係冷冷咁睇住佢。
呢個係一場與虎謀皮嘅交易，但我相信我手中嘅籌碼足以讓我喺呢場危險嘅遊戲中掌握主動。與趙天宇達成協議後，我立即啟動咗針對魏啟明嘅全面調查，借助天翔集團強大嘅資源以及趙天宇提供嘅內部線索，我哋迅速展開行動。我唔再只係被動嘅反擊者，而係主動出擊嘅獵人。我嘅目標唔僅僅係將魏啟明繩之以法，更係要將20多年前殺害我父親劉國強嘅真兇揪出嚟。調查嘅重點聚焦喺魏啟明嘅財務往來同人員構成。沈漢宇律師運用法律手段追查佢嗰啲不法資金流向，而我則動用私人力量深入挖掘魏啟明與其周邊人物嘅關係網。經過一番周密嘅佈局與追蹤，我哋終於揾到咗關鍵人物馬三。佢就係當初將劇毒藥物交俾婆婆許阿滿，並曾為魏啟明辦理好多不法勾當嘅男子。佢得知魏啟明已四面楚歌，又俾我方掌握咗確鑿證據。喺巨大嘅壓力與保護承諾下，馬三最終選擇開口。喺佢嘅證詞中，不僅詳細交代咗如何受魏啟明指使，提供毒藥俾許阿滿，更令人心碎嘅係，佢亦親口揭露咗當年我父親劉國強意外車禍嘅真相。馬三承認，佢當年亦都係魏啟明嘅打手之一，負責製造嗰場意外，讓父親喺爭奪開發案嘅關鍵時刻消失。20多年嘅血海深仇，此刻終於得以昭雪。我嘅心喺劇痛中燃燒住復仇嘅火焰。喺掌握咗馬三嘅口供、趙天宇提供嘅魏啟明多項經濟犯罪證據，以及我方重新整理嘅父親舊案資料後，我哋將所有鐵證遞交俾檢警單位。當日下午，我喺辦公室接到沈漢宇律師嘅電話，語氣中帶住一絲振奮。劉總，魏啟明已經喺自己嘅辦公室裏被逮捕啦，罪名包括多項經濟犯罪以及謀殺罪。我握住手機，靜靜咁睇住窗外，繁華嘅都市依然熙來攘往，仿佛乜嘢都冇發生。但嗰個人，嗰個曾經傷害我父親、企圖謀殺我、操控我家庭命運嘅惡魔，終於得到咗應有嘅制裁。我嘅心中冇一絲狂喜，只有一股深沉嘅、遲嚟嘅釋然與沉重。公義雖遲但到。魏啟明被捕後，趙天宇便嚟揾我啦。佢臉上帶住一貫嘅笑容，但眼神中卻多咗幾分探究與試探，似乎想探聽我是否仲有其他底牌。劉總，魏啟明呢個障礙已經清除。睇嚟我哋嘅合作非常成功。佢意有所指地話，仿佛喺暗示我該兌現共同瓜分利益嘅承諾啦。我遞俾佢一份文件，語氣冷淡。趙總，我確實守信，幫助你解決咗魏啟明，但我亦都講過，如果我發現你有一絲謊言，或係任何背叛我嘅舉動，我會讓你付出代價。佢接過文件，臉色瞬間凝重。咁係一份詳細嘅調查報告，裏面赫然記載住當年趙天宇同魏啟明喺父親案件中嗰啲不為人知嘅合作細節，以及佢為魏啟明提供情報嘅證據。趙總，當年嘅事，你雖然冇直接動手，但亦係推動者之一。而家你手上有兩個選擇。我平靜咁睇住佢，每一個字都帶住不容置疑嘅決絕。一係我會將呢啲證據交俾檢警，你會以共犯身份被調查；二，你即刻放棄所有因魏啟明倒台而獲得嘅利益，並從此退出所有與天翔集團相關嘅專案。從今往後，我哋永不相見，永不往來。趙天宇嘅笑容徹底消失咗，佢睇住手中嘅文件，又睇住我堅定嘅眼神。我知道佢清楚我嘅手段與實力，最終佢緩緩地點了點頭，
語氣中帶住一絲不甘，卻又無可奈何嘅妥協。好，劉總，我明白啦，我會退出。佢緩緩起身，冇再多講一句說話，轉身離開。我目送住佢，心中冇勝利嘅喜悅，只有一份清醒。似趙天宇呢種人，永遠不會真正成為朋友，佢永遠只會係個以利益為導向嘅合作者，或係一個伺機而動嘅潛在對手。我將佢從我嘅世界剔除，讓我嘅生活再冇呢啲陰影。所有惡人都已付出咗代價。婆婆許亞滿因謀殺未遂罪被判入獄，雖然考量到佢唯一嘅仔亦成為受害者，情節略有減輕，但餘生亦只能咗喺高牆內度過。小叔陳柏志則喺加護病房轉為長期照護，佢破碎嘅意識同癱瘓嘅身體將由先生陳冠宇一人承擔。衛啟明，嗰個曾經不可一世嘅商業巨頭，如今亦身陷囹圄，為佢嘅罪行付出代價。而趙天宇，嗰個狡猾嘅盟友，喺我嘅威脅下，悄無聲息地退出咗我嘅世界。一切塵埃落定，我嘅心終於從嗰場漫長而血腥嘅戰役中一點一點咁抽離出嚟。我售出咗嗰棟曾經係家嘅別墅，嗰度承載咗我對婚姻最後嘅幻想，亦見證咗所有醜陋嘅背叛。我唔想再保留任何關於嗰度嘅記憶，咁唔再係我嘅家，只係一座充滿陰影嘅空殼。我為自己同母親林雅靜重新買咗一棟溫馨而明亮嘅小公寓，冇繁瑣嘅傭人，冇巨大嘅空間，只有我同母親以及我哋對新生活嘅向往。我將所有嘅精力投入到天祥集團嘅事業中，憑借自己嘅能力，將公司帶向一個又一個高峰。我唔再係嗰個曾經為咗家庭而委曲求全嘅劉婉婷，我成長為一個更堅韌、更睿智嘅執行長。歲月流逝，心境亦隨之沉澱。我學會咗放下仇恨，並唔係因為我軟弱，而係因為我足夠強大。強大到足以讓自己不再被過去所捆綁。當我回顧呢段驚心動魄嘅旅程，我明白，佢不僅僅係一場復仇，更係一段自我救贖同成長嘅過程。我學到咗好多關於人生、關於婚姻、關於人性嘅道理。我想將呢啲寶貴嘅啟示分享俾所有正在傾聽呢個故事嘅你哋，俾所有妻子同兒媳們嘅忠告。我哋女人，無論多咁深愛家庭，多咁無私奉獻，永遠不要忘記，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先至係我哋最堅固嘅盔甲。佢係你面對任何風暴嘅底氣，係保護你同你所愛之人嘅力量。請保持清醒嘅頭腦，設立明確嘅界線，並喺權益受損或者生命受到威脅時，勇敢咁尋求法律嘅幫助。愛情固然重要，但自我保護前係你繼續好好活着、好好去愛嘅基石。俾所有丈夫與兒子們嘅警示：婚姻係新家庭嘅開始。一個男人必須明白，結婚之後，妻子與孩子先至係你首要保護與經營嘅家。一個真正成熟嘅丈夫必須有自己嘅判斷力與擔當。絕不能讓孝順成為懦弱同縱容父母錯誤嘅藉口。你嘅沉默與漠視可能會親手摧毀你所擁有嘅美好，讓你嘅家人陷入萬劫不復嘅深淵。關於貪婪與人性嘅本質，人生在世，貪婪係一個無底嘅深淵，一旦墮入其中，便會喪失理智與人性，最終吞噬掉所有親情、友情與愛情。惡有惡報，天道循環，任何陰謀與罪行終將會被陽光揭露，並付出慘痛嘅代價。一個真正幸福嘅家庭，絕非建立喺金錢與算計之上，而係奠基於愛、尊重與信任。故事嘅結局唔係大仇得報嘅狂歡，而係一場內心嘅洗禮。儘管過去充滿咗痛苦與波折，
但我堅信生命中依然充滿咗希望與美好。我將活出一個完整而精彩嘅人生，不再為咗任何人而失去自我。呢個係我對自己許下嘅承諾，亦係我對所有曾為我祝福、為我心疼嘅你哋最真誠嘅回應。聽完咗劉婉婷嘅故事，您對佢嘅決定有何睇法？若我身處嗰樣嘅境地，您是否會做出不同嘅選擇呢？請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想法，我會仔細閱讀每一則留言。如果呢個故事讓你有所感觸與啟發，別忘記為我哋點個讚，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並訂閱我哋嘅頻道，以免錯過更多精彩嘅故事。我哋下個故事見。我哋係深夜人生錄，用故事陪你走過歲月，尋回內心嘅寧靜與力量。